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咱就歇一下。咱工课若做甲善，会歇，咱就歇一下。咱路头若行甲忝，会歇，咱嘛歇一下。歇起来啉一寡茶，配一寡话，歇起来甲一寡心熟的人做伙。你若无嫌所在会。来，你回头看一下，我身边有一个位，等你过来做伙坐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97集，欣赏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所带来《咱就歇一下》。顺利去，咱邀请林凤珠老师为咱来介绍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。咱就歇一下，这是我足早期开始写台语诗的时所写，头前迄几首其中的一首。那为什么会写这首诗呢？是因为我早期拄出来迄阵曾经，阮高雄市的高山图书馆捌请我过去。遐和遐的民众做伙分享用台语来念诗、吟唱诗词的迄个讲座。那迄内底呢，迄阵早期差不多民国80几年，迄阵民国85、6年，迄阵迄阵出来教台语吟诗的无济，教台语念诗吟诗的无济，所以迄个讲座来足济人。那其中就有迄个高山。遐个国小的老师，因学着了后，因客去教囡仔念诗唱诗，对因来讲真是用安尼。那其中有一个叫做黄信娟老师，县官县官老师，这国小的老师，伊拢教1年啊、2年啊，伊客去教遐个囡仔，囡仔唱甲足欢喜。那迄阵呢，迄个讲座总是迄个课程8节课总是有结束的时阵，那结束的时阵，最后一节我甲逐个人讲，今仔日呢，这节是最后一节啦安尼伫这8节内底含逐个人结下，就是用台语来吟诗念诗的言，希望互逐个人知影讲，台语念诗吟诗是真好听，真雅气安尼。我煞听到迄个黄信娟老师一种自言自语、喃喃自语、自言自语讲一句句讲。这课若结束，我要搁去对学这个课，安尼。我较甲讲，无安尼啦。这若结束我伫咱高雄市的艺术房，我若有咧教，遐有课，你若有兴趣，你会当过来遐上。真正伊就走过来上，安尼。那对这个事件内底，我深深的感觉讲，迄个有足侪人对台语来念诗、吟诗，甚至用台语来。读古文还是用台语来念报纸也好安尼，这种的这真爱，但是无专门的训练，真正无法度。所以有人有迄种要学台语，毋知要去对学迄种感叹。对阮来讲，阮有心要教，嘛找无人通来学的迄种可惜。因为安尼，所以呢，我总来写一首，咱就歇一下。意思就是讲，咱即摆人足无用啦无用甲互家己心嘛足忝的。有当时做工课、做代志做甲足闲的身躯也足疲劳的，足闲、足忝、足疲劳的情形下，袂要紧啦。有当时咱互家己静一下，静一下、歇一下，来啉一寡茶，甲一寡心熟的人讲话啦。这心熟的人无得个会当互你想要爱的物件。
安尼，所以我较会写即首讲吼，咱工课若做甲闲，会晓咱就晓一个；咱路头若行甲忝，会晓咱嘛晓一个。晓起来啉一寡茶，配一寡话，晓起来甲一寡心熟的人做伙。你若无嫌所在会，来你回头看一个，我身边有一个位。等你过来做伙坐，就是要甲一寡讲，你若知影有地通学，有地通学台语来念诗、念唱词、念古文的人，你若知影有即种课程，你加减过来坐。那你若愿意过来，我会当和你分享台语的水。迄阵呢，我所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。咱工课若做甲善，会晓，咱就晓一个；咱路头若行甲忝，会晓，咱嘛晓一个。这首诗内底有一寡特别的台语文用字，顺入去，咱继续邀请林凤珠老师为咱来讲解。那伫这首咱就晓一个内面所用的字呢，咱工课若做甲善，这工课无困难，就是功课，做工的工啦，做工的工。迄个咱讲小孩子有没有做功课？你功课做了没有？迄个功课，囡仔是功课，但是对大人来讲是工课。那迄个功，咱就无用功的功，咱是做工的工。工课是迄两字。若做甲善，这个善，我是用孤单的单倒边抱心，就是心字边正边加一个迄个单。这个呢，伊是会当念作善，是因为孤单的单，伊若交破，伊若是国语讲讲破音字，台语讲做交破、交破，破音字，伊就是会当念作善。人的姓就念作善。搁有就是讲，人迄个古早北平，因中国大陆遐个王有一种啦，胡人，因个王叫做单于，迄个单就念作善，安尼善就是抱心加一个孤单的单。过来行较忝的忝，就是珍贵的珍，珍贵的珍，珍贵的珍，倒手边的车玉，玉字边加换好歹的歹，这个。国语念作甜，那咱台语就念作忝，忝就是很累的意思。那心性呢？心色这两字的写法，就是心，心中的心；色是国语来讲舒适的适，舒适的意思，就是心足舒适安尼。但是呢，这会当甲引用过来，很有趣味心色伫咱台语的讲法是讲足趣味的人。我用的是心思，这足侪人会晓用，足侪人会晓用。过来，挖头这个挖，即阵足侪人拢是写挖南迄字挖，但是我无主张用迄字，因为迄个挖是超越的意思。那咱即摆做挖头，是要做咱将头甲斜对后壁过，对后壁看过。那我用的是斡旋的斡，这个斡旋的斡吼。伊有360度会当洗的意思，咱若准讲要挖头，是咱的头甲洗过去后壁，毋是咱的头甲超越到哪里去。所以我无主张用迄字。那我咧用的挖头是斡旋的斡，那斡旋的斡伊就念作挖，斡旋两字咱台语就念作斡旋，斡旋搁有挖头嘛当用另外一字，也是很好的，就是活络一下。咱的头互灵活一下，灵活一下，灵活的活，咱台语就念作挖。咱的迄个讲的音其中一字就是，等讲坐久的头壳嘛，甲挖一个小块，挖一个动一个安尼，就是灵活的活，灵活的活。你若无嫌所在会，来。你回头看一下，我身边有一个位，等你过来做伙坐。
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林凤珠老师写诗兼主题讲解，专门去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。